刚过喽，刚过喽，平刚过喽。月刚刚江西风。恁拉好，20点当镇退休干部崔立明。今天来讲的故事呢，是乾元千年人祭神仙墓。这个乾元是乾辽乾跟人工许可，乾虚经元调，国名乾元。1981年改名乾九。乾元在回报1390名我工作的参考号，掘地完成17.5公里，经国辽、咸阳、运行高干，疆域面积13.500平方公里，森林资源丰富，冀州毛族7650苗，毛族祖孙雷蒙是传统的绝药修业。1973年5月下旬，我拿论调营生产队学员灭将人写的农，老乾元我工作35草南派3排，将毛族的灭昂派开，自流灭村，守村派3排。有完工，我拉在这个乾元大队干山队草南落雨，刚好老邱呢在干山队，我拉就喊老邱讲讲这个我工作的故事。老邱啊，言能来相听，我就讲我工作千年人祭神仙墓的故事。我中间我共居好把有这个小安洞，洞内呢，这个3个崩，这个千年人祭，神农列了这千年人祭呢，可以江山不老或列地神仙，这就吸引了很多人冒险了我工作这讨人祭。有这个人啊，用扫绑在身上，固定好扫。刚把了我工作好，有个鸡大眼工啊，就把这个扫呢熬对，这个弄就累了3号，洗了。有的人话这个扫是洗了，这就用很粗的扫，把了这个我工作好，教养也明我活。快洗呢有这个人啊，就慢慢发展了2个老机械人。凡是把了我工作好，路民生安全。后来，噶拉晓得这个扫呢是非爱工熬对，就开了机械的人啊，多机拖虫、老墙分成2队，保护好2只扫。如果发现这个爱工，就共同的南西。这2人呢，刚把了我工作好，多严，这个我工作呢，改变国人的数目，噶拉生锈的充电几个需要机，就听见这个爱工呢熬扫的声音，国人的数目呢散了以后，这把开讨人机这两个人呢，之间扫5间人，下来这机械的人连滚拉拔的。交转之后呢，就没有弄扎岗的这个我工作呢讨人机，据我呢，这个千年人祭是分这个德云间国佛洞的神仙讨开，基本就能。货比三家，家家装饰是首选。专业的设计团队，精湛的施工队伍，规范的管理流程，先装修后付款。咨询电话6173-678。有一年，乾元呢就遭受了大暴雨，山洪爆发，道路
大部分的稻田被冲虚，粮食基本绝收，村民呢就靠猎野茶、顺官度日。这个国货东的神仙呢，捞鲜油或者蟹，就等运转地，在这个我工作上空瞅见田园高高乎乎的烟囱没有烟，这就老田园村。瞅见话村民，我那个面昂讥笑，这就教会村民我，你炖了你来家里去剁米，就那个老呢就这个陶案机用手一击，将这个3块大细条重叠在一起。第一块大细条呢与磨绝，下面2块细条呢与细磨。这个神仙有负责呢向我工作教，这个我工教完身，这神仙木呢就转动起来了，这个板面呢就从这个虚造里推出的。这神仙呢就介绍了越化启动细磨的方法，东西搞大。只有再好年才能启动细磨，逢年绝不能启动细磨。这个村民呢领了板面高高兴兴的转去巧会吃饭。后来翻遇了这个再好年，这神仙木呢落下转动推出板面里，因业绩久远，一个偏难换呢劳动，在逢年呢就启动这神仙木全面定，就酬劳了这国货东的神仙，这就立即关定了这细木，这个神仙木呢在按下转动推出板面里了。这3块重叠的神仙木至今还在陶案机附近。最后的工那就用我下山转去了。这个了解7点钟经过这个老邱的指导，那从这个赶山队交了我工作山好这个山湾里，瞅见呢一些人生的野山杂鸟，给我草蛋这个那个野山杂鸟数目降低的浇灌，给它喊个是甘露养山杂，然后呢开始领山我生，交了山人只见山好该片白茫茫的树木这个树木呢往这个山上移动，在交干段落是瞅见前面呢弯弯的窄的山路，就这个斜降的我跟多近，然后呢从这个山路把了另外这个山林抹掉，这山林本滩给路数呢是抹掉的林部，前方山坡倾斜区有这个暗调阔路，这我工作再倾斜暗西多区就是我工区了。好了，在这个我调休息，就出现咸阳呢漏雨和云阵漏雨，跟这个农村起名一样云阵慢慢的把雨起了升关过来，那呢就返回这个原来的山湾漏了个阵雨，我热调呢交在我炫耀的须菊闪闪发光，好像这个满山雪橇挂满了珍珠。主要呢瞅见的就这个树木根、月根、须蕨根，这3根呢，几根骨汗既有生，今天这个歌就刚刚在这落去。